主后2023年5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历史背后有上帝的念理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斯帖记第4章第10到17节。末底改知即个代志，就拆里衫，穿麻衫，三恢复，行入城，悲哀啼哭，大声吼。行到王宫门口就停地，因为所有穿麻衫的人不准入王宫。王的命令甲诏书送到逐省逐所在，犹太人拢禁食、啼哭、哀哭，非常伤心。阁有真侪人穿麻衫倒伫火湖。王予以斯帖的宫女甲伊的太监来甲伊报告末底改的代志。伊真艰苦心，就寄衣服予末底改穿，要伊脱麻衫，毋过末底改毋接受。以斯帖就调王派来侍候伊的太监哈塔吉来，教伊去末底改遐，要知伊哪要安尼做。哈塔吉就出去到王宫门前的广场去见末底改。末底改就将所发生的事，以及哈曼为着消灭犹太人愿意捐献伫王的府库的银确实的数目，拢甲伊讲。佮将公布伫苏珊城，要消灭犹太人诏书的抄本，摕互伊，交互以斯帖，煞甲以斯帖说明。佮吩咐伊入去见王，伫王的面前为家己的同胞恳切求情。哈塔吉倒来，将末底改的话对以斯帖报告。以斯帖佮吩咐哈塔吉对末底改讲：王的众人臣佮逐省的人民，拢知一个法令，若有人无受王召见，家己入宫内见王，无论男女，拢着处死。除了王有对伊传出金管，伊才免死。但我已经有30日久无受王召见啦。因就将以斯帖的话甲末底改讲。末底改吩咐人甲以斯帖讲：你毋通想讲，你伫王宫内比其他的犹太人较安全。伫即款时阵，你若恬恬毋讲话，犹太人会对别位得到援助，得到解救。你甲你的亲族一定会灭亡。你会当做王后，敢毋是为着今仔日即个危机？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复末底改讲：你去召集苏珊所有的犹太人，为着我禁食3暝3日，无食无啉。我甲我的宫女嘛要安尼禁食，然后我要违背法令入去见王。我若着死就死。末底改就照以斯帖的吩咐去做。历史背后有上帝的念理。2023年1月4日，中国新浪微博的热搜词“人矿”窜起。这词伫曝红了后，互中共当局秒删，互众人搁较好奇伊代表啥物意思。人矿这个词上早伫1984年的《人民日报》顶面，但拢是意思是指人是一种资源。当年的社会结构来讲，搁较指爱好好
珍惜人民作为资源，充分利用伫社会。总是时隔数十年，人控互中国人民摕来消遣家己便益，人民只不过是一种被消磨的资源，受统治者的支配。今仔日的人控，直指一出世就互当作是消磨品使用的中国人民，因读20年的册，还30年的贷款，饲20年的病院，一世人受惯养、剥削、压制、套取利益，落尾阁互要卖器官，堪称终极的韭菜。清起中共的统治，肯定毋是靠几个干部做人控，是几千万上亿的人民在做人控，对贴起一年上100兆人民币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， 若是上大的受益者是中共的高层，也就是控主。哈曼为着造灭犹太人，愿意捐献伫王的府库的银确实的数目。用今仔日的处境来看，无人性的哈曼就是要将犹太人当作人控。总是无理解在即个代志就拆里衫、穿满衫、散伙夫、行入城，悲哀啼哭大声吼。无理解有类似毋愿意受压迫者和剥削的觉醒，亲像类似采取一种非暴力的抗争。当人民意识到家己是受压迫者、是人控的时，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。就亲像台湾过去伫威权时代的少数先觉者的觉醒，也催化台湾的民主化。这种觉醒的意识，就亲像出埃及记内面，希伯来人渴望脱离埃及法老压迫的喊话。上帝听到这种苦难的觉醒，当一个目中无人、心中无神的人成做统治者，这对人类的社会、世界是一大灾难。总是一个人着安怎用微弱的身影来对抗期待帝国宰制的效力。规本《以斯帖记》并无提起上帝这个词，总是无理解深深感受到历史的背后有上帝的摄理。伊托人甲以斯帖讲：“你会当做王后，敢毋是为着今仔日这个危机？”身为无政治权力的王后，以斯帖所会当做的，就是禁食祈祷，伊3暝3日无食无啉。即则经文中上款嘛无提到上帝这个词，毋过以斯帖禁食祈祷的对象，显然就是犹太人的上帝。只有上帝会当气度邪恶，扭转历史，带领咱调往上帝国的新世界。默想，你会当做王后，敢毋是为着今仔日这个危机？想看卖，家己安怎踮今仔日的处境下回应上帝的安排？你会当做王后，敢毋是为着今仔日这个危机？想看卖，家己要安怎踮今仔日的处境下回应上帝的安排？咱来祈祷，引领人类历史的上帝，愿意帮助受压迫者的自我意识觉醒，勇敢抗拒不公不义，搁谦卑追求你旨意的带领。求你救阮脱离恶者的压迫，引带阮进入上帝国度平安甲救赎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祷，阿免。
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